法演一回。又到了观众朋友非常欢迎的与星同乐的板块时间了。对，叶老师，今天我们追的是哪颗星呢？能文能武的著名越剧演员，人送雅号“铿锵玫瑰”，来自绍兴小百花的吴素英。明星已经登场，马上进入第一个环节，粉丝有多铁。我们习惯的呢，称这个吴素英啊、陈飞啊，还有吴凤花为绍兴小百花的三朵花。那么小百花的前身呢是绍兴戏曲培训啊。请问，吴素英刚进戏曲培训班的时候多大？开始啊，陈桂凤来17岁。哎呦，一说就中啊，答对了。哈哈17岁才开始学越剧，是不是属于比较晚的了？太晚了。太晚了。是，尤其是像我们能文能武的话，练武的就相对困难。哦。但是有一个优势，对文的理解比一般的孩子要好一些。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一点了啊。对。听说当时要了你是破格收的是吧？对对，当时他的要求是14岁。足岁14岁，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虚岁，已经是17岁了啊。那么三朵花里头，你年纪是最大的一个，但是个头却是最小的一个啊。听说你们那时候训练是非常艰苦的，是吧？有一天，我跟陈飞啊，他们有几个小朋友，这个同学约好了，我们说明天早一点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大家都没有手表，所以就半夜里就起来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大家练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吧，将近2个小时，练完了以后回去。天还没有亮，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就碰到了训练班旁边有一个蚕商场养蚕的一个工人，他说：“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还才半夜呢，才半夜2点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12点钟就起了。啊，你们以为是天亮了？天亮了，半夜里边起来练功。对，就是这么刻苦。所以正是当年台下的汗水铸就了今天台上的辉煌。对。好，这个第2道题我来了啊。吴素英她出演的第1部大戏是什么？开始。知奴理营，主奴联姻，正确啊。那接下来呢，吴素英是主演了一部叫《醉公主》。对，虽然是一个神话剧，但是讲的还是我们绍兴酿酒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观众比较喜欢。里面呢也结合了我们能文能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风格。你是演了一个大女，对，彰显了你们绍兴小百花的特色，对，也确定了你们发展的道路。是的，也应该说在这个戏里面，把我所有身上基本上吧，大部分的所学的功夫。都用上去了。文的不说哈，文的反正唱做，武的有小翻、旋子、倒插符，要翻身，反正能用的都用上了，都是那时候半夜里练的。那我下面这个题目其实也跟这个能文能武有关系啊，因为1986年我们知道吴素英呢在上路杯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当中啊是取得了专业评分第1名、综合评分第3名的好成绩。那么请问她参赛的剧目是什么？开始，有人知道吗？来，季萍是盗仙草，回答正确，恭喜你啊！当时怎么就选了这个剧目呢？我们知道它是《白蛇传》当中的一折。这个戏呢其实是根据京剧，移植过来的。越剧以前也有这个戏，像毕春芳老师啊、戚雅仙老师都演过这个戏。但是这些老师演的时候呢，他是以文戏为主。那么我们这一代来演这个戏的时候，那就能文能武了，也彰显了你个人的综合素质，对不对？好，我的问题问完了啊。好。大家都知道啊，吴素英呢是吕仁英老师的得意弟子啊。他是哪一年拜吕老师为师的？开始，好，田永芬。90年。1990年，正确。来，这吕老师啊，收徒是非常之严格的，所以他的学生不多。那么你是凭什么打动吕仁英老师，收了你这个在外地的学生的？85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们每年来上海演出，他每一次几乎都是来看戏。那么在90年的时候，请他到绍兴去给我们排戏以后呢，这个时候，我想他能过来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在心目当中已经认定我这个学生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团里一提了以后，他马上就接受了。那么就在我们团的一个舞台上，小小的舞台上，举行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隆重的这么一个拜师仪式。我和这个绍兴小百花的三朵花啊都很熟悉啊。
你们到上海来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在台北演出的时候啊，跟你们都有比较多的接触啊。对，跟你们谈话当中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呢对上海特有感情，是对上海的观众也特有感情。对对对，是不是我们在世博会那年还专门办了一个浦江琴建水源这样一个专场演出，就说明赵柏跟上海之间的这么说吧感情，就你们每排出一出新戏，都要到了上海演一演，展示一下。对，这是上海观众的批点。对，我想上海的戏迷啊，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出戏，狸猫换太子。哎，叶老师，我们就这个狸猫换太子出一道题目，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狸猫换太子呢，也是绍兴小百花的保留的剧目了，有这个老版，那么最近又排了这个新版啊。请问在老版和新版当中，我们的吴素英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开始。好，季平。老版里演的是寇珠。对了，那么新版里头演的是李娘娘。刘娘娘。哎呦，回答对了。那素英原来演的是寇珠啊，我们对你当时的一段这个考扣，应该说印象也很深的。当得太子铁了心，当得他子弹专机，当论铁棍王不老，当死姑娘不住门，深深在死在无事，来得清白好命。那么，怎么多年以后又演了这个反面人物了呢？升级了，升级了。当时导演跟我谈的时候，他就说是刘飞在舞台上要有一定的气场，这样一换以后呢，更合适，合适。然后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一种新的体会，我也非常喜欢。2009年呢，吴素英啊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请问她获奖的剧目是什么？开始，吴敏。李慧娘，正确，李慧娘，秦腔的这个李慧娘特别有名啊。怎么你们粤剧也会演这出戏的呢？一个呢，我是自己比较喜欢这出戏。第二个呢，它也是一个文武戏，是比较合适我们绍兴少柏的能文能武这样一个表演风格。再有一个理由呢，是导演非常喜欢这出戏他可以在舞台上塑造跟秦腔、川剧各种剧种不同的另外一个李慧娘。秦腔这李慧娘，她使用了很多绝招绝技啊，特别是喷火。那么粤剧里边有喷火吗？我们也用了，也是跟秦腔学的。排这出李慧娘之前，正好是秦腔的李梅老师，她到我们绍兴去演出，然后我去拜访了她一下，她把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一个技巧跟我说了。就最后你的喷火也非常成功。我跟李梅老师差远了。他那个喷火真的是出神入化。我这个是才学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能用上去了。这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努力。我们6道题目出完了啊，咱们看看现在情况。现在2票的只有一个人，谁？季平，最铁粉丝。季平，恭喜你啊！好，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有一趟我记得也是10几年前头了吧，电视里向看到这个醉公主啊，搿辰光我还不认得吴素英了，也不晓得伊是吕老师后台来个学生，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特别吸引我。从唱腔方面、面部表情方面，乃至做工方面，我想，哎呦，搿好像有一点吕老师的影子嘛。哎呦，我都是搿能介样子想的。后头来呢，反正电视要是放到绍兴小百花，我必要看的。有一趟呢，我得个动了交关脑筋，得人家医生啊预约好的事。结果啊，我为了要看吴素英搿个戏，那搿个预约好的事体也忘记脱了。结果呢，要等2个号头再重新预约。没看上病啊，结果是吴素英给你吃药。谢谢。吴素英的唱评，我就觉得老好听，老好听。有辰光呢，我为了伊一句唱词，一句小曲，
要听交关辰光，要是有2趟是拿水也烧干脱了。谢谢。都是吴素英惹的祸。我看着吴老师的搿个戏子演员，我觉着搿个花旦，勿但伊搿个唱功漂亮，伊个武功也相当漂亮，所以我欢喜得勿得了。有一趟来看好子以后，我夜头回去了，勿当心背了一跤，结果夹壁坏脱了。结果夹壁伤脱之后，早困了床浪，咁嘛阿拉屋里向就讲了，侬勿要再去看了。我讲勿来三，我还要去看。我讲，我因为伊拉来也老勿容易，我也老勿容易能够看到伊。喊阿拉爱人一定要等我再去买票，后头喊阿拉爱人陪我一道去看。但是阿拉爱人是一眼也勿要看，伊蹲辣旁边打瞌冲，我让伊去，我看。谢谢。我呢是一个癌症病人啦，07年生毛病，生到现在正好5年。5年里向我经过大大小小化疗70几次哦，但是我只要一有精神哦，化疗反应过脱以后，对伐？我会得反复的看，反复的听，反复的学唱吴老师的唱腔、唱段，因为搿能介呢，我就觉着我好忘记脱我是个病人，忘记脱我的病痛，所以我对伐总结句闲话对伐？越剧特别是吕派艺术哦，延长了我的生命。说得好，真的。我呢是少柏的粉丝，少柏的3朵花我都非常的喜欢，只要少柏来演出呢，我都会买票去看。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来上海演出，一共演了6场，然后我就买了3场的票，因为另外3场我以前看过，我想啊这次就不看了，因为6场是连着看嘛。然后看了3场以后，我就哎呀，很后悔啊！另外3场没有买，然后我以后呢，就是少柏只要来演出，我每一场的票子都要看，哪怕是他演2场，我就看2场。真的非常的感谢。根据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则呢，我们要评出一位最痴粉丝，在他们6个人中间。那我想这个奖要给田伟芬。好，我们也祝他健康快乐。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学的有多像？光阴似梭，18年，有几鲜花。非常好听，你唱的吕派的韵味特别浓。这段唱是很难唱的，那么我觉得你这段唱得非常好，但是你现在这个位置有点低，如果你再往上靠一点，你会唱起来会更轻松一些。听转鼓一层层震天响，就感觉这个声音是在这里，你现在是声音有点低，在这里，所以你唱起来有点累。落花流水在无缘，我好恨呐。
真没想到你会学这一段，因为这个是我原唱的。那么你就是在一段唱腔当中，你有一点我给你指一下哦，就是要注意它的轻重的比例，它的那种又怨又恨又悔，它是心里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你这个轻重比例，你得把这个情绪中这个轻重比例当中来给它凸显出来。悔不该今生你早是真是言，你干着你早往上走，是真是言往下走。我的祖父为妻早，条条担子向我跑。从十七走到月上梢，同月亮婆婆吉祥好，送来一根束佛条，东上西上上，佛老上老和枪槟榔。刚刚好，一把枪手人包，荷枪夺来一机关，一窝青丝变我烦。我真没想到你会是一个九军姑娘，因为她这段里面有许多的绍兴方言，对你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是这个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就是有一点你得唱的。把它轻巧一点，就像我们像珠子滚地，珠子掉在地上一样，咚咚咚咚咚，就这样轻巧一些。你现在有点太放了，我枪头来一机关，一窝青丝变我烦。你现在有一点，我枪头来一机关，一窝青丝变我烦，太放了，这个九军姑娘就不灵巧了。英雄闹闹连声把水找我与我王子皆是笑你今天是5位当中发挥的最好的一位，我没想到你的气息会控制的那么好。你5个人当中，你的气息是控制是最好的，因为你身体原因，所以我就是一个意外，你还控制的那么好，说明你是对这个粤剧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好，我们要评出一位最佳粉丝。我觉得真的还是给田姐最佳粉丝非常的不容易。好，2辈子了。好，抱一抱。好，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同台有多乐。好，那么在同台有多乐这个板块当中呢，要实现梦想的就是我们的季萍啊。季萍呢，她擅长演唱范派，我们请她和吴素英共同带来《打金枝》选段。青色是凤娘王谁担起，文武百官都淘气，众兄嫂身上做得来背手，只有我独是一人修情，我灵应怎样的祝福你，不去背手是何意？我知道你怒气冲冲为何故，恰原来为此区区的小事体，你讨我不把公仆敬，我笑你驸马不自理，还说是我不自理，分明是你把我的娘看不起，屏蔽我不敬公仆不拜寿，从来是清白承恩无此理，
也都别羡慕了，你们也都有同台这个演唱的机会啊。那么吴素英和大家一起唱一个好不好？大家说唱什么？辕门外三声炮，向日来辕门外三声炮，向日来人。天不负走出我报国人。头戴金盔呀长柄，铁甲穿袍披上身，算日起斗他末日显威风，莫会因我的山水有出身。所以正是当年台下的汗水铸就了今天台上的辉煌。对，好，现在第二道题我来了啊！吴素英她出演的第一部大戏是什么？开始，知奴理营，主奴联姻，正确啊。那接下来呢？吴素英是主演了一部叫《醉公主》。对，虽然是一个神话剧，但是讲的还是我们绍兴酿酒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观众比较喜欢。里面呢也结合了我们能文能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风格。你是演了一个大女，对对对，彰显了你们绍兴小百花的特色，对对，也确定了你们发展的道路。是的，也应该说在这个戏里面，把我所有身上基本上吧，大部分的所学的功夫都用上去了。文的不说哈，文的反正就说武的唱做武的有小翻、旋子、倒插符，要翻身，反正能用的都用上了，都是那时候半夜里练的。那我下面这个题目其实也跟这个能文能武有关系啊，因为1986年我们知道吴素英呢在上路杯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当中啊是取得了专业评分第1名、综合评分第3名的好成绩。那么请问她参赛的剧目是什么？开始，有人知道吗？来，季萍是稻仙草。回答正确，恭喜你啊！当时怎么就选了这个剧目呢？我们知道它是《白蛇传》当中的一折。这个戏呢其实是根据京剧，移植过来的。粤剧以前也有这个戏，像毕春芳老师啊、戚雅仙老师都演过这个戏。但是这些老师演的时候呢，他是以文戏为主。那么我们这一代来演这个戏的时候，那就能文能武了，也彰显了你个人的综合素质，对不对？好，我的问题问完了啊。好，大家都知道啊，吴素英呢是吕仁英老师的得意弟子啊。她是哪一年拜吕老师为师的？开始，好，添分。正好是秦腔的李梅老师，他到我们绍兴去演出，然后我去拜访了他一下，他把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一个技巧跟我说了。就最后你的喷火也非常成功。我跟李梅老师差远了，他那个喷火这个是出神入化，我这个是才学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能用上去了，这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努力。我们6道题目出完了啊，咱们看看现在情况。现在2票的只有1个人，谁？季萍，最铁粉丝。季萍，恭喜你啊！好，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有一趟我记得也是10几年前头了吧，电视里向看到这个醉公主啊，搿辰光我还不认得吴素英了，也不晓得伊是吕老师后台来个学生，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特别吸引我。从唱腔方面、面部表情方面，乃至做工方面，我想，哎呦，搿好像有一点吕老师的影子嘛。哎呦，我都是搿能介样子想啊。后头来呢，反正电视要是放到绍兴小百花，我必要看的。有一趟呢，我的这个动了交关脑筋，对人家医生啊预约好的是。结果啊，为了要看吴素英搿戏，那
搿个语言好的事体也忘记脱了。结果呢，要等2个号头再重新语的。没看上病啊，结果是吴素英给你吃药。谢谢。吴素英的唱评我就觉得好老好听，老好听。有辰光呢，我为了伊一句唱词，一句小曲，要听交关辰光。要是有2趟是拿水也烧干脱了。谢谢，都是吴素英惹的祸。我看着吴老师的搿个戏子演员，我觉着搿个花旦，勿但伊搿个唱功漂亮，伊个武功也相当漂亮，所以我欢喜得不得了。有一趟来看好之以后，我夜头回。法演一回，又到了观众朋友非常欢迎的与星同乐的板块时间了。对，叶老师，今天我们追的是哪颗星呢？能文能武的著名越剧演员，人送雅号“铿锵玫瑰”，来自绍兴小百花的吴素英。明星已经登场，马上进入第一个环节，粉丝有多铁。我们习惯的呢，称这个吴素英啊、陈飞啊，还有吴凤花为绍兴小百花的3朵花。那么小百花的前身呢是绍兴戏曲培训啊。请问，吴素英刚进戏曲培训班的时候多大？开始啊，陈桂凤来。17岁。哎呦，一说就中啊，答对了。哈哈。17岁才开始学越剧，是不是属于比较晚的了？太晚了。太晚了。是，尤其是像我们能文能武的话，练武的就相对困难。哦。但是有一个优势，对文的理解比一般的孩子要好一些。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一点了啊。对。听说当时要了你是破格收的是吧？对对，当时他的要求是14岁。足岁14岁，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虚岁，已经是17岁了啊。那么3朵花里头，你年纪是最大的一个，但是个头却是最小的一个啊。听说你们那时候训练是非常艰苦的，是吧？有一天，我跟陈飞啊，他们有几个小朋友，几个同学约好了，我们说明天早一点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大家都没有手表，所以就半夜里就起来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大家练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吧，将近2个小时，练完了以后回去。天还没有亮，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就碰到了训练班旁边有一个蚕商场养蚕的一个工人，他说：“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还才半夜呢，才半夜2点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12点钟就起了。啊，你们以为是天亮了，天亮了，半夜里边起来练功。对，就是这么刻苦。所以说印象也很深的。当得魁子铁了心，当得他子弹专机，当论铁棍王不老，当死姑娘不住门，深深在思在无事，来得清白好名声。前门。那么怎么多年以后又演了这个反面人物了呢？升级了。当时导演跟我谈的时候，他就说是刘飞在舞台上要有一定的气场，这样一换以后呢，更合适。然后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一种新的体会，我也非常喜欢。2009年呢，吴素英啊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请问她获奖的剧目是什么？开始，吴敏。李慧娘，正确，李慧娘，秦腔的这个李慧娘特别有名啊。怎么你们越剧也会演这出戏的呢？一个呢，我是自己比较喜欢这出戏。第二个呢，它也是一个文武戏，是比较合适我们绍兴少百的能文能武这样一个表演风格。再有一个理由呢，是导演非常喜欢这出戏啊，他可以在舞台上塑造跟秦腔、川剧各种剧种不同的另外一个李慧娘。秦腔这李慧娘，她使用了很多绝招绝技啊，特别是喷火。那么越剧里边有喷火吗？我们也用了，也是跟秦腔学的。排这出李慧娘之前，90年，1990年，正确。来，李老师啊，收徒是非常之严格的，所以他的学生不多。
那么你是凭什么打动吕仁英老师收了你这个在外地的学生的？85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们每年来上海演出，他每一次几乎都是来看戏。那么在90年的时候，请他到绍兴去给我们排戏以后呢，这个时候，我想他能过来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在心目当中已经认定我这个学生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团里一提了以后，他马上就接受了。那么就在我们团的一个舞台上，小小的舞台上，举行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隆重的这么一个拜师仪式。我和这个绍兴小百花的3朵花啊都很熟悉啊。你们到上海来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在台北演出的时候啊，跟你们都有比较多的接触啊。对。跟你们谈话当中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呢对上海特有感情，是对上海的观众也特有感情。对对对，是我们在世博会那年还专门办了一个浦江情建水源这样一个专场演出，就说明少柏跟上海之间的这么说吧，感情。就你们每排出一出新戏，都要到了上海演一演，展示一下，对，这是上海观众的批点。对，我想上海的戏迷啊，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出戏，狸猫换太子。哎，叶老师，我们就这个狸猫换太子出一道题目，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狸猫换太子呢，也是绍兴小百花的保留的剧目了，有这个老版，那么最近又排了这个新版啊。请问在老版和新版当中，我们的吴素英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开始。好，季平。老版里演的是寇珠。对了，那么新版里头演的是李娘娘。刘娘娘。哎呦，回答对了。那素英原来演的是寇珠啊，我们对你当时的一段这个考扣应该。